嗱，上回我哋講到啊，張柬之帶住李顯發動神龍政變，就殺咗張易之同埋張昌宗兄弟咧。但係李顯一見到阿媽武則天呢，馬上就打退堂鼓，想走翻轉頭啦噃。呢個時候啊，桓彥範喺旁邊啊忍唔住啦，掹住李顯就話：哎呀，太子啊點可以翻去嘅呢？當年天皇將太子託付俾皇上嘅，而家太子早就成年啦，應該係繼承祖業至係嘅。而家天意民心都思念李唐，我哋呢啲大臣只要擁護太子，誅殺陛下身邊危害太子嘅奸臣。而家就請陛下傳位俾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啦。武則天一聽呢，當堂啊成個精神晒，知道情況不妙啦噃。佢四圍再望一望，又見到李湛，佢就對李湛話啦：你都係誅殺易之嘅將軍咩？我對你哋父子都不薄嘅，你哋就係咁樣報答我啦噃。咁呢個李湛係邊個呢？原來啊，佢就係最早擁戴武則天嘅李義府個仔。李湛聽到武則天咁講呢，當堂面都紅晒，一句說話都講唔出。跟住武則天又對崔元偉話啦：其他人係受人推薦先坐到今日呢個位嘅，你就係我親自提拔上嚟嘅，你點解都喺呢度呢？崔元偉呢個人係好老道嘅，馬上就答話啦：我都係用自己嘅方式嚟報答陛下啫。咁聽到呢度啊，武則天知道大勢已去啦，眯埋眼再都唔出聲。咁到呢個時候啊，政變計劃之中嘅前3路就已經搞掂啦，第4路呢亦都好順利。雙王李旦同埋袁術己就派兵逮捕咗張氏兄弟嘅黨羽，好快就控制咗全城。跟住啊，政變嘅領袖又派兵趕到張氏兄弟嘅豪宅，將佢3個細佬啊全部殺晒。咁啊，5兄弟嘅人頭呢被割咗落嚟，掛喺橋頭示眾。咁因為張氏兄弟呢咁多年嚟一路都橫行霸道，賣官鬻爵，老百姓對於佢哋早就恨之入骨噶啦。所以一夜之間啫，張氏兄弟屍體上嘅肉就俾人割晒。咁當年啊，武則天利用來俊臣，亦都曾經引起民憤嘅。好在武則天啊及時糾正錯誤。咁但係呢一次呢，佢就冇機會啦。神龍政變就係咁結束啦。嗱，咁對於神龍政變啊，我哋應該點樣評價好呢？關於呢個政變呢，起碼有3個結論嘅。第一係神龍政變直接針對個對象係張易之、張昌宗兄弟，而唔係武則天本人。對於多數參與政變嘅人嚟講，政變嘅目的呢係要掃除張氏兄弟對政治嘅影響，咁結束武則天嘅統治呢就只係政變嘅一個副產品啫。第二係武則天既定嘅政治目標本來就係回歸李唐王朝嘅，而政變亦都冇改變呢個目標，只不過提前咗咁解嘅啫。第三，呢一場政變啊係反對張氏兄弟嘅大臣同受到威脅嘅李唐皇室成員一齊合作嘅產物。喺呢一次合作裏邊啊，大臣裏邊嘅核心分子就發揮咗主導作用，尤其係張柬之、桓彥範、敬輝、崔元偉、袁術己等人啊，佢哋喺政變之後都受封為王，權力係好大嘅。而雙王李旦同埋太平公主通過參與政變呢，勢力都大為增強。而且呢一次政變啊，本來唔係針對武則天嘅，所以武則天外家嘅勢力呢，亦都冇喺呢一次政變裏面受到衝擊。所以喺政變之後啊，就出現咗一個群雄並起嘅局面啦。太子李顯雖然做咗皇帝，但係佢要面對嘅呢係好多個山頭，佢啊只能夠喺夾縫之中啊求生存嘅啫。佢呢個皇帝呢唔係咁好做嘅。嗱，咁神龍政變就標誌住武則天政治生涯嘅結束啦。咁政變之後嘅武則天
又面臨點樣嘅處境呢？有兩句說話係關於老虎嘅，一句叫做虎老如威在，另一句呢叫做虎落平陽受犬欺噃。呢兩個講法睇起身互相矛盾，但係都有道理嘅。咁如果我哋將武則天比作一隻老虎嘅話，咁兩個講法都各自反映咗佢退位之後生活嘅一部分狀態。喺政變嘅第二日武則天被逼下令太子李顯監國。去到第三日武則天正式傳位俾李顯。第四日李顯正式登基啦。咁呢一次係佢人生之中第二次做皇帝，阿爸阿媽都曾經俾過接力棒過佢嘅。呢一份經歷真係天下少有吓。上一次喺21年前，佢繼承阿爸李治，做咗大唐帝國第4任皇帝。而呢一次佢繼承嘅係阿媽武則天，做嘅係大周嘅第2代皇帝。李顯即位嘅第2日武則天遷居去上陽宮。咁呢個上陽宮喺洛陽宮城之西，所以被稱為西宮嘅，係唐高宗喺條路元年修建嘅。當年唐高宗同武則天一齊臨幸洛陽，就睇中咗呢一塊風水寶地，於是下令喺度修建上陽宮。宮殿修得好華麗嘅，屬於國家級大型工程項目啦，使咗唔少錢嘅。主持工程嘅司農卿韋基甚至因為呢單嘢俾貶官添。當年武則天就喺上陽宮嘅正殿觀風殿處理政事嘅。咁呢個時候故地重遊，但係就虎落平陽，物是人非啦。咁點解我哋講虎落平陽呢？我哋講3個表現，大家就明啦吓。第一個係喺政變之後，武則天老得好快。本來作為一個女人武則天好注意形象，好注意養生同埋化妝嘅。佢做皇帝嘅時候已經係67歲高齡噶啦，但係因為有權力刺激佢一啲衰老嘅跡象都冇。69歲嘅時候甚至仲重新長出濃密嘅眉毛。72歲嘅時候仲出牙添。呢啲反常嘅跡象表明權力真係最好嘅保鮮藥嚟嘅。咁雖然喺勝歷2年之後，佢身體狀況係欠佳，但係佢份人係好要面子嘅，每次露面都仲係裝扮到神采奕奕。按照《資治通鑑》嘅講法就係太后春秋雖高，善治圖澤，雖左右不覺其衰。但係喺神龍政變之後武則天受到巨大嘅打擊，成個精神都墮晒，個人亦都老得好快啦。老到咩程度呢？《唐統紀》裏面記載話，及在上陽宮不復節目，形容淚水常入見，大驚。咩意思呢？就係話武則天呢個時候再都唔梳妝打扮啦，所以顯得好衰老又好衰弱。佢個仔李顯見到佢都大吃一驚嘅，覺得自己對唔住阿媽。而第二樣嘢係武則天俾人軟禁咗起身，失去咗人身自由。當年武則天同個仔李顯、李旦手裏邊將皇位搶咗過嚟。李顯俾軟禁喺房州，李旦俾軟禁喺洛陽，都係10幾年冇得出門嘅。咁而家風水輪流轉啦，輪到武則天品嘗俾軟禁嘅滋味，而且看管佢嘅將軍就正係神龍政變主要嘅參與人之一李湛，亦都係武則天最早嘅支持者李義府個仔。正所謂世事無常不論當權定落魄，心腹定係仇敵，都可以互相轉化嘅。而第3個係武則天睇住自己創建嘅大周王朝就毀於一旦啦。從神龍元年2月4號起唐中宗李顯落詔書，改國號為唐，宗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飾冚唪唥都恢復唐高宗去世嗰一年，亦就係永淳元年嘅制度。武則天創造嘅新字就全部廢除，只係剩翻佢自己嘅名，
趙字呢就留翻落嚟。另外啊，李顯又重新確定長安嘅首都位置，神都洛陽仍舊係稱為東都。武則天嘅出生地北都呢，就仲係叫做并州大都督府。咁喺新皇帝統治之下，佛道兩教嘅地位又再調整啦噃。太上老君啊，重新做翻圓元皇帝。咁當年武則天係靠佛教起家嘅，佢統治時期呢，佛家就喺道家之上嘅。咁而家李氏子孫做翻皇帝啦，咁啊太上老君啊，梗係要上翻嚟噶啦。呢一度詔令一落啊，就相當於宣布武周王朝啊正式滅亡啦。咁對於武周王朝滅亡呢件事，武則天呢係有心理準備嘅，但係佢心裏邊呢就諗住自己死咗，呢個武周王朝先亡噶。唉，點都諗唔到自己都未死，武周政權就滅亡啦。咁對於佢呢一個終生都追求成功嘅英雄人物嚟講，呢個打擊實在就好大嘅。咁啊，所以啊，我哋話佢呢個時候嘅遭遇，實在就係虎落平陽啦。咁不過武則天啊，畢竟係武則天，從另外一啲表現嚟睇，佢都仲餘威尚在嘅。咁呢啲表現係咩嘢呢？我哋留到下回分解啦噃。嗱，上回我哋講到啊，武則天喺退位之後，就有啲虎落平陽嘅感覺啦。咁但係佢畢竟係統治咗天下咁耐，咁多年形成嘅威風，就唔係咁容易毀於一旦嘅。呢個時候嘅武則天呢，對於當朝天子李顯，仲係有好大嘅威懾力嘅。點解咁講呢？嗱，第一個，武則天啊，仲係享受住皇帝嘅待遇嘅。嗱，武則天係大周王朝嘅皇帝，咁而家唐中宗改周為唐，佢就係一個亡國之君啦。咁歷代亡國之君嘅待遇都好差噶。我哋熟悉嘅南唐後主李煜亡國之後呢，就俾宋太宗啊毒死咗。明朝嘅崇禎皇帝亡國嘅時候啊吊頸死啫啦。咁可以講啊，呢個係歷朝歷代亡國之君嘅標準待遇。咁武則天嘅待遇又如何呢？佢嘅待遇就好得多啦。喺神龍政變之後啊，中宗李顯居然仲幫佢上咗個尊號，叫做則天大聖皇帝。咁呢個喺中國古代呢，可以講係絕無僅有啦。咁啊，正所謂天無二日就民無二主。而家李顯做咗皇帝啦，但係武則天啊仲係叫皇帝。咁雖然上尊號之後無奈啊，李顯就恢復咗唐嘅國號。咁但係武則天呢個皇帝稱號呢，都仲係保留咗落嚟嘅。咁佢究竟係大唐則天大聖皇帝，定係大周則天大聖皇帝呢？咁啊，大家唔好深究啦吓。反正皇帝呢個尊號保留咗落嚟，都算係認真威水噶啦。咁另外啊，李顯仲定咗個規矩，每10日呢就會帶住文武百官去上陽宮探望武則天一次。嗱，咁當年啊，俾個仔逼住退位嘅唐高祖就冇咁嘅待遇啦。玄武門事變之後，李淵退位做咗太上皇啦，就馬上俾送到大安宮軟禁咗起身。李世民好少去睇佢嘅，李淵自己孤零零死得個好淒涼嘅。而安史之亂之後啊，俾個仔逼住退位嘅唐玄宗亦都冇咁嘅待遇。唐肅宗將佢軟禁喺太極宮，亦都係唔多騷佢嘅。有一次啊，唐肅宗抱住小公主上朝，咁啊同啲大臣話呢，大家唔好見怪啊，我好中意呢個細路嘅，唔捨得放低佢。呢個時候啊，有人啊進諫話，當年太上皇抱住皇上，亦都好似皇上你而家抱住小公主咁噶噃。皇上你將心比心，係咪應該探下自己老豆呢？咁呢單嘢講明啊，唐肅宗啊好少去探唐玄宗，而中宗李顯呢，你又唔好理佢心裏邊點諗啦吓。反正從制度上，佢至少每10日呢就要向武則天請安一次嘅。咁一比較啊，武則天雖然係亡國之君，但係待遇呢比一般嘅太上皇好得多啦。而第二樣嘢，
係武則天得到嘅評價呢就相當之高嘅。喺神龍政變之後啊，有一個重要嘅問題需要解決，就係點樣對武則天啊做個評價啦，又或者講點樣對武周王朝做個歷史定位。咁如果將武周王朝評價為魏朝，咁武則天就係個篡逆嘅奸賊，相當於以外戚身份篡奪漢朝嘅王莽。咁按照當時嘅標準呢，可以講就釘喺歷史嘅恥辱柱上邊噶啦。咁如果話武則天唔係謀朝篡位嘅奸賊，咁就要解釋清楚武周王朝同李唐王朝究竟係咩關係噶啦噃。咁李顯做仔嘅點樣評價自己阿媽呢？我哋睇下李顯嘅即位敕文啊，就可以知道啦。事關呢個即位敕文呢，係最官方嘅口徑，有輿論導向作用嘅。咁敕文裏邊點樣解釋武周王朝呢？李顯呢就話：當年高宗先駕不追，逆神開印，競業挺栽於懷殿，務挺潛應於沙場。天柱將搖，地為荒朽，非撥亂之神功，不能定人之安危矣。亦就話高宗死咗之後，李敬業喺江淮地區造反，程武挺亦都想喺塞北地區接應，國家面臨空前嘅危機嘅。武則天喺呢個時候挺身而出，力挽狂瀾於既倒，拯救咗國家，咁先順天應人，稱帝登基。咁喺國家安定落嚟之後呢，武則天又縈懷問道，屬想無為，做皇帝做得攰啦，所以呢就主動讓位俾李顯，叫佢光復李唐，繼承祖業。咁呢個敕文啊，喺呢個時候出台，中心嘅思想呢，就係想表達武則天啊，並唔係篡奪李唐天下嘅人，只係當時國家面臨危難，所以呢佢啊代個仔管理咗10幾年江山社稷嘅啫。咁所以啊，武則天嘅武周王朝官方定位呢就唔係魏朝，而只係李唐王朝一個變體。咁簡單嚟講啊，就係周唐一體，母子相承。正係因為咁啊，李顯對於武則天嘅評價呢係在朕宮則為慈母，於士庶即為明君。當年力挽狂瀾於既倒，咁啊梗係明君啦。而家又主動讓位俾個仔，咁就係慈母啦。咁一嚟啊，武則天呢個高大形象就保持住咗，神龍政變呢就一筆勾銷啦。咁既然話係武則天主動遜位嘅，咁仲邊有政變呢係嘛？而第三樣嘢啊，係武則天嘅身後安排就非常之咁妥善嘅。啱先我哋分析過啦，武則天退位之後就保持住皇帝嘅名號同尊嚴。咁但係當時武則天年紀又好大啦，病入膏肓。開講有話人走茶涼，佢死咗之後，大家點樣睇佢呢？咁對於呢一點啊，武則天臨死嘅時候都考慮咗好多嘅。喺神龍元年嘅11月26，政變發生嘅10個月之後，武則天呢就終於喺上陽宮嘅仙居殿過身，享年82歲。喺臨死之前啊，佢發佈咗人生最後一道祭書，亦就係遺祭啦，專門對身後事做咗安排嘅。遺祭呢就話扶廟歸陵，另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意思即係話武則天要求取消自己皇帝嘅稱號，重新回歸到高宗皇后呢個身份上邊。咁等佢死咗之後呢，就葬入唐高宗嘅陵寢，將神主亦都放喺李唐嘅祖廟裏邊。咁點樣理解武則天呢個遺祭呢？有人可能覺得係武則天最終屈服咗，放棄咗自己畢生追求嘅嘢。咁但係事實上武則天係個現實主義者，不論生前死後，佢嘅考慮都好現實嘅。事關如果恢復唐高宗皇后嘅身份，咁就算以後大家對佢嘅評價發生逆轉，咁都要對佢手下留情啊。講得直白啲，只要同唐高宗合葬，咁如果有人想喐佢嘅屍首，就會驚動唐高宗噶啦噃。
所以呢一份遺囑啊，係武則天經過深思熟慮嘅結果。咁呢一份遺囑能唔能夠得到執行呢，亦都關係到佢身後嘅長遠利益嘅。咁當時有啲人呢，就係反對執行呢份遺囑嘅。有位大臣呢，就認為武則天死後唔可以歸陵。點解呢？因為夫為妻綱，所以唐高宗係尊，武則天係卑。唐高宗嘅乾陵都封閉咗起身啦，封得好實淨嘅。咁如果要合葬，就要鑿開個墓門噶啦噃。咁豈不是驚動高宗在天之靈？點可以以卑啊動尊嘅呢？咁不如另外揾個地方葬武則天算咧。咁呢一番說話呢，講得個冠冕堂皇啊，但係其實啊，就包含咗以後重新評價武則天嘅意思啦。但係最後呢，中宗李顯就仲係維護阿媽嘅遺願，親自護送靈柩翻去長安，開啟乾陵，將武則天就葬咗喺唐高宗嘅身邊。而呢一個做法啊，亦都令到乾陵成為咗中國唯一安葬住兩位皇帝嘅陵寢。唔單止係咁啊，李顯仲喺則天大聖皇后哀策文裏邊就重申咗對武則天嘅評價，話佢英才遠略，紅葉大勳，雷霆其舞，日月其文。咁一嚟啊，武則天泉下有知，應該都好安慰咯。事實上啊，武則天嘅陵寢確實係好安穩嘅，到而家過咗1300幾年啦。乾陵仲係保存完好，喺唐朝皇帝嘅陵寢裏邊呢，就獨一無二吓。而第四樣嘢係武則天嘅家族仲係好受尊重嘅。喺神龍政變啱結束嘅時候，唐中宗李顯夫婦就同武則天嘅侄仔梁王武三思做咗好朋友噃。李顯仲經常去武三思屋企微服私訪，同佢商量國家大事添。咁啊，韋皇后呢就更加同武三思有路啦。有一次啊，武三思入宮同韋皇后一齊打雙陸。咁雙陸呢係當時一種棋牌遊戲吓，而唐中宗李顯啊就喺旁邊啊幫佢哋計輸贏計籌碼噃。咁樣嘅情況之下，以武三思為首嘅武氏子侄就繼續加官進爵。武三思啊升為一品司空。太平公主個老公武攸暨呢，亦都升為一品嘅司徒，爵位啊，亦都由安定王升為定王。武則天在生嘅親人啊，繼續風光啦，死咗嘅祖先亦都冇受咩影響。當年武則天稱帝嘅時候，將唐朝高祖、太宗、高宗三代嘅神主呢，就遷咗去崇尊廟。咁而家就輪到李顯將武周嘅祖宗就搬到其他地方啦。不過李顯喺崇尊廟裏邊供奉嘅武家嘅7代神主，比武則天當年俾李唐祖宗嘅待遇呢優厚好多。李顯仲專門下祭，要求武氏3代位，奏事者皆不得犯，即係任何奏事嘅人啊，都唔可以犯武氏3代嘅忌諱。亦就係武則天個阿爸、阿爺同埋太爺嘅名呢，都唔可以出現喺奏書裏邊嘅。咁對於武氏嘅祖先呢，都係十分之尊重嘅。咁從前面呢幾點我哋可以見到啊，武則天啊雖然被逼退位，但係呢亦都確實係餘威尚在嘅。咁至於話點解可以做到呢一點呢？我哋留到下回分解啦。嗱，上回我哋講到啊，武則天啊餘威猶在，打破咗亡國之君身後命運淒慘嘅規律。咁佢係點樣做到死生俱榮嘅呢？總結起嚟啊，有4個方面嘅因素。第一個係神龍政變嘅性質。我哋之前都講過啦，神龍政變第一個目的係結束張氏兄弟對政治嘅干擾，而推翻武則天嘅統治呢，就只係政變嘅副產品。正係因為咁啊，喺武則天因為政變退位遷居上陽宮嘅時候呢，好多人都表達出好深嘅眷戀之情嘅。譬如話宰相姚元之，亦就係後來嘅姚崇啊，喺送別武則天嘅時候就喊到嗟嗟聲噃。
當時張柬之提醒佢話：今日起公替邑時也，恐公禍由此始。但係姚元之呢就答話：元之是則天第九，詐此詞為卑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諸奸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意思即係話，我姚元之侍奉則天皇帝咁耐啦，辭別舊主，實在就卑不能忍嘅。而嗰日我同你哋一齊去誅殺張氏兄弟，呢個為咗國家大義考慮，係大臣應該做嘅事。而今日我揮淚灑別舊君，亦都係大臣應該做嘅事啊。如果因為咁獲罪嘅，咁啊我都心甘情願嘅。咁啊姚元之呢個態度啊，就代表咗當時唔少大臣嘅態度嘅。佢哋對於武則天就並唔反感嘅，相反，因為武則天知人善任，就俾咗佢哋施展才華嘅空間同埋機會，所以啊，好多人對於武則天都有相當嘅好感嘅。按照當時人嘅講法呢，係則天皇帝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亦就話朝廷上面嘅大臣就仲係大周培養起嚟嘅嗰班人，佢哋對於武則天呢係有感情嘅。喺咁嘅情況下呢，就唔會有一個君臣上下一致反對武則天、報復武則天嘅可能。而第二個原因係政變之後嘅形勢。神龍政變啊，係一場各方勢力聯合發動嘅政變。政變嘅主導人物呢，就唔係唐中宗李顯，而係一啲有地位有權謀嘅大臣。另外啊，雙王李旦同埋太平公主亦都出咗唔少力嘅。咁呢啲人喺政變之後呢，就有好大嘅勢力。大臣之中啊，以張柬之為首嘅5位核心人物都受封為王。雙王啊加封為安國相王，太平公主呢就加封為鎮國太平公主。咁李顯呢個時候啊，就顯得有啲勢單力薄啦。咁如果再過分強調神龍政變嘅正確性，咁就等於凸顯5位大臣嘅功勞，佢哋呢班人更加功高難滯噶啦噃。喺咁嘅情況之下，李顯啊只能夠拉虎皮做大旗，強調自己係接受阿媽禪讓嘅，令到自己嘅權力呢就更加有合法性。與此同時啊，就盡可能淡化神龍政變嘅作用，通過咁嘅方式呢，就降低權臣同埋細佬妹嘅影響啦。第三個原因係親情同埋利害關係。李顯畢竟係武則天嘅親生仔，母子之間就有天然嘅感情嘅。當年武則天放棄嘅侄仔，將李顯從房州接翻嚟，立佢做太子，多少呢亦都係出於呢種感情。咁而家輪到李顯處理阿媽嘅地位問題，咁母子感情啊，仲係發揮作用嘅。呢個時候武則天精神受到打擊，身體好衰弱啦。李顯啊唔可以做得太過分噶。另外啊，李顯係武則天立嘅太子，正係憑呢個身份，佢先成為政變擁護嘅對象嘅啫。喺政變之後啊，就順理成章做咗皇帝。咁如果佢否認武則天嘅合法性，就否認埋自己做太子嘅合法性噶啦噃。咁佢呢個皇帝位就坐唔穩啦。李顯雖然唔係好叻啫，都唔會咁懵噶。所以啊，不論在情在理，李顯都要繼續推崇武則天嘅。而第四個原因係武則天嘅智慧。武則天當年建立武周政權啊，就並冇同李唐王朝徹底決裂嘅。佢承認自己繼承咗唐高祖、唐太宗同埋唐高宗嘅統治，而且呢仲繼續保留對3位皇帝嘅祭祀。咁一嚟啊，佢同李唐王朝和解就相對比較容易啦。而更加緊要嘅係啊，佢喺遺祭裏邊就主動提出恢復唐高宗皇后嘅身份，裝入唐高宗嘅陵寢裏邊。咁一嚟啊，佢又從一個皇帝變翻妻子同埋母親。經過呢一番努力呢，
原本離經叛道嘅武則天又翻到傳統嘅軌道上邊。喺呢個軌道上邊，佢係唐高宗嘅合法妻子，係個仔嘅親生阿媽。咁一個人可以唔接受前朝個皇帝，但係唔可以唔接受自己阿媽噶噃。咁啊，唔單止李顯要接受，李顯之後嘅李旦亦都要接受，李旦之後嘅皇帝都仲要繼續接受嘅。事關佢哋全部都係武則天嘅直系子孫，咪血濃於水噶嘛。除此之外啊，武則天嘅遺囑仲提到兩件事。第一係赦免王皇后、蕭淑妃兩族，仲有褚遂良、韓願、柳式等人嘅親屬。第二係賜魏元忠實封白狐。咁喺臨終之前，武則天點解要寬恕呢兩批人呢？王皇后同埋蕭淑妃嗰班人係佢最早嘅敵人，亦都係佢上升之路上邊第一批嘅犧牲品。而魏元忠啊，係最後一個俾佢冤枉嘅大臣。咁佢寬恕呢一班人呢，亦就係表明對於呢啲得罪過佢嘅人，佢從頭到尾都原諒晒啦。咁佢原諒呢啲人，呢啲人有冇原諒佢呢？王皇后同蕭淑妃嘅族人我哋唔知啦吓。魏元忠嘅表現啊，就有歷史記載嘅，話元忠捧祭感焉涕泗，即係感動到啊流晒眼淚。喺呢個時候啊，佢啊淨係記得武則天嘅好處啦。咁講到呢度呢，我哋啊真係要佩服阿武則天嘅政治智慧啊！呢一份智慧啊，就一路保留到佢生命嘅最後一刻。正係憑住呢一份政治智慧，佢度過咗最艱難嘅歲月，亦都喺最後維護咗自己嘅地位同埋尊嚴。咁正係出於咁複雜嘅原因啊，武則天就避免咗普通亡國之君嘅命運悲劇，以82歲高齡呢就壽終正寢，生榮死哀。大臣崔融喺《則天皇后挽歌》裏面寫話：前殿臨朝罷，長陵合葬歸，山川不可望，文物盡成非。即係話武則天做完咗皇帝，就以一位皇后嘅身份歸葬到唐高宗嘅陵寢。佢再都睇唔到曾經統治嘅山河大地，所有嘢都物是人非啦。到咗而家，時隔千年，我哋再回首往事，再睇翻乾陵呢，就更加有物是人非嘅感覺。咁既然係咁，對於武則天呢位以叛逆傳統開始，以回歸傳統告終嘅一代女王，我哋又要點樣評價呢？佢一生傳奇嘅經歷，又會帶俾我哋點樣嘅思考同埋啟迪呢？我哋留到下回分解啦噃。